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紫薯墨童 Murato。今天我找来了 Moses、培根以及 We 来游玩一张11年前的地图——大地复苏 Terra Restore。穿越回11年前，在2015年的 1.8.1 里，我们4个到底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快来迎接我们的快乐时光吧！温馨提示：本节目录制時以粵語作為主語言，為方便大家觀看，本片設有中文字幕。祝大家觀看愉快。喂，唔好拆地圖啊！喂，哇！我未出翻嚟啊！救命！我係良好居民，我要種翻樹。行埋，唔好行埋，唔好行埋去。我哋嚟玩啲古玩嘅嘢，係咪？我要種翻草。呢個係叫做 Terra Restore 啊！呢個地圖咧就係一個 CTM 地圖。咁喂，唔好拆地圖啊！喂，真係夠過分啦呢啲人。你喺途中會收集到羊毛嘅，個目標就係儲晒16種顏色嘅羊毛喺紀念碑度。好，再仲拆地圖。呢個地圖系統咧會喺和平模式同埋你所選擇嘅難度模式之間。喂，sorry。多次內轉，通常就會用方式去清除怪物啦。然之後咧就要有一個魚翅彈都唔好踩。好高啊！好，我就知道你要做咩？都唔得。我係英雄。英雄喺呢片尼拉大地之上，我哋同 X 朝軍團所進行嘅漫長戰爭已經畫低咗據點。哇！集合諸神之力，我哋成功將 X 朝呢個惡魔捉回咗佢原本追住嘅次元。儘管事隔咗多年，依家情勢依然險惡。佢未講完。大地依然遍體鱗傷，而腐敗似乎又伴隨住怪物嘅肆虐，再次蔓延開嚟。你係我哋所有嘅希望，你嘅任務係踏上旅途，使大地回復原本嘅面貌，並消滅迎接伏於黑暗角落嘅腐敗。我已賜予你完成使命嘅力量。飛行有冇開我直播？你會喺旅途中揾到一種稱為大地回復嘅神秘物品，你可以用這殿堂入面使用佢哋嚟回復失土，並將和平重新帶回呢片大地。你必須揾到所有古代羊毛，將佢哋擺返位於忘卻之地嘅紀念碑上，俾尼拉重新恢復平靜同祥和，讓嗰啲怪物嘅帶嚟嘅傷害唔再重現。英雄，唔好掉以輕心。X 朝嘅殘黨們依然對呢片大地虎視眈眈，佢哋不可信任，係我哋嘅重大威脅。時間唔多啦，我要走啦，恐怕我哋唔會再見面。我哋全靠你，你嘅旅程將由此開始。祝你好。遊戲模式已更新。哇！歡迎嚟到 Terra Restore。基本規則：尋找羊毛並完成紀念碑，禁止生活，自照特單。唔好離開地圖邊界，從寶箱入面衝羊毛。你可以用任何手段去過關求生。如果合成貨物圈，放成紀念碑，你可以將羊毛放喺非紀念碑用嘅大門處。唔好進入地圖境界，並且你可以用多啲用大手。如果你中意，可以調整。但係注意，呢個地圖一路上俾嘅部分，係假設大家會開放。
你哋喺邊啊？我喺個機，我喺一架機人入邊。嚇點解？機人咁點解我停機啊？唔使再撳啦，唔使再撳啦，唔使再撳。死咗嘅。哦，妖！我知你機人放喺邊啊！喂，咁快嘅點解？騙隊友啦！我哋要間實打唔到指令，我哋要。嚟啊！做咩？我未出翻嚟啊！救命！掘住啲木頭先。床冇可唔可以用？可以啊，可以用啊！做什麼東西我哋？我哋嗱得啦。掘住木之後，可以向前啦。等先，見到呢度。係啊，好盾嘅呢個版本。俾你呢度。因為要石劍啊，我係良好居民，我要種翻樹，我要種翻草。如果你玩個 CTM 地圖或者多人模式下進行遊戲，前幾個地區你可以將難度設定喺困難，唔緊要啦，我上去先，你哋啊。喂，你哋已經喺嗰度，你哋一齊等埋我。唔係呢個冇咁容易。搞點解？拜拜。搞錯啊！你哋哇，咁嘅你哋有冇人性啊？我冇稿喎，但係哇！我想問點跑啊 control， 等我鞋點換我過來。你老闆你車我過去係。唔好意思。炸爆定？哦唔係，點解？係啊，唔好行埋去，挨住。可以探索下周圍啲嘢先喎。你裝。
開始呢度。而家食啲人誒有讓我啦。得唔得咧？唔知，我唔知得唔得㗎。咁咪唔得咯，唔好意思。上翻去，下低有女冇我就死啦。拜拜。你邊啊？等下俾我。係咯，包位一步冇啟動啊！喂點行？因為嗰度睇下先係紀念碑嚟嘅，我哋去嗰度先 OK 嘅。哇，快勁咗喎！跟住由於紅石機關或者規則設，OK，總之就係一齊。歡迎嚟到莫佢之地，你喺呢度你會見到用嚟擺放羊毛嘅紀念碑。呢個係唔會生怪，呢個係一個唔會生怪特殊地區。仲有一啲地圖特製系統可升級玩家基地、復原大地嘅景觀，同埋製作特殊嘅配方系統。哦，仲唔好忘記去紀念碑隔離嘅鞍山岩建築用一潭金剛，即係呢個咯，鞍山岩就係呢個。好多嚟啊！我哋嚟玩啲好玩嘅嘢啊！小心啊！小心唔好喺地板啊！哇！哦，
我哋呢個大地回復，一座新嘅建築被回復到了大地上，傳送到去建築所在地。耶！後面呢度，後面呢度，有炮，大家好似入到嚟就釣魚。任務係咯，任務。好啦，这一集就到此为止了。在下一个地区，我们又会有什么故事呢？在下一集，我又会有什么精彩时刻呢？敬请期待我们第2集。喜欢请留下你的赞或者3连，也不要忘记追踪或者订阅我哦。我们下期见喽！